都一定會翻去練跑啦，做 gym 啦。你係一個好 discipline 嘅，我係好 respect 嘅。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，究竟你係點樣可以堅持到喺咁忙嘅工作、咁大壓力嘅環境都可以 keep 住到做運動呢樣嘢？我覺得主要係要 enjoy 嗰個時候咯，即係如果你覺得嗰樣嘢好痛苦嘅話，我覺得我自己都堅持唔到落去嘅。咁喺當中揾樂趣咯，我自己都中意跑嘅時候聽歌啦，又或者我會一邊做啲負重嘅 training， 一邊去睇啲 YouTuber 咁樣，所以我覺得呢啲係一啲力量嚟嘅。係，嗱最後問埋 Ivy 啦，即係作為今次嘅活動大使啦，我哋其實活動咧最想就係吸引多啲人一齊做運動啦，無論係跑步啊或者任何嘅運動。有冇啲提議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參與啊？有啊，我見到呢個咁大嘅台咧，我覺得下年要加一個 DJ 台喺度，然後咧就可以邀請啲 Collar 啊、Rover 啊、Sport 啊、Mirror 啊一齊上嚟跳舞，咁我覺得會更加多人參加呢個活動。哦 Era， 仲有 Era。冇我哋嘅。最緊要啦，最緊要 party 啦，人人有份一齊玩。係啊，大家都有份。OK，thank you，再次俾熱烈掌聲，多謝我哋一眾嘅活動大使，唔該晒，可以先到台下走咗先啦，thank you，唔該晒 Eden、肥仔、阿迪、寶琪、Candy 同埋 Ivy。